歡迎嚟到微波律師台，今集帶大家煮呢個周打海鮮湯。周打海鮮湯準備啲材料：新鮮海鮮，好似一啲蝦啦、魷魚啦、貝殼類啦、魚骨啦、魚頭、大蒜、薑大、葱、薑、鹽啦、料酒、胡椒粉、香菜、清水。做法呢就先呢準備一啲海鮮洗淨佢啦，蝦就去殼，魷魚呢就切成圈。貝類用清水包去咗一啲沙啦，咁熬湯底喺嗰個鍋入邊呢，加入適量嘅清水，放入魚骨、魚頭、大蔥段、薑片同埋一啲蒜片，加入適量嘅料酒啦，燒開後呢，撇去表面嘅泡沫，轉小火慢慢煮30分鐘到1小時，直到湯汁濃郁。過濾湯底，用篩網將湯底過濾，去掉固體成分，留下清湯。煮海鮮湯過濾後嘅清湯倒回鍋入邊，加熱至沸騰。依次加入處理好嘅蝦、魷魚同埋貝類，煮至海鮮熟透，蝦變色，魷魚變白。一般來說，海鮮熟透嘅時間很短，1到3分鐘即可調味。加入適量嘅鹽同埋胡椒粉調味，最後切上香菜。成本享用，將煮好嘅海鮮湯盛入碗中即可享用。大家記得點讚關注。